在议员严爱达理的主持下，议员无分哪力，包括蔡宗豪、陈黄宇、甲李宗林的服务处，以及社区大学这位关心两家地质公园的学者、职工等，拢出席关心，希望地质公园工业区的地脉会用个早日来改变，保护当地济保育动物。2023年，台南市政府到农局去宣导的时候，还是这张图。因为这张图里面你看这个旁边绿色的，就是国宝1，结果我们的自然保留区跟地质公园竟然是咖啡色的城乡2至2就是工业区的意思我们认为这边自然保留区是国宝1，紧接着旁边的地质公园应该被划为国宝2。因为这整个生态非常丰富生态非常丰富，那些动物基本上都在这里来来去去，没有界限的没有界限的，都在那边跑来跑去是没有界限的从保育的角度是这样子停止展延是归停止展延，但是它实际的进度到什么地方？我们离所谓的地质公园的进度有多远？我们离所谓的自然保护区有多远？我们离这个所谓的市民公园这个距离又有多远？但是能够针对龙崎地质公园它的一个切身为民的状况，我们到底还要等多久的这个状况，能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陈述？针对于自然公园、自然保留区跟地质公园281公顷，先行规划来解编，然后马上来做国1跟国2、国保1、国保2的规划。我想我们在场的市府官员，等一下一定要回答给我们的所有的志工老师们知道它的重点是什么。台南社区大学环境小组召集人黄焕章表示，社区大学对民国108年导入当地生态的调查，不但发现生态资源丰富，连生态巡守队的志工，甚至当地议员陈黄宇，不但看过二级保育类的穿山甲，甚至还佫不时爱出面来救受伤的穿山甲，表示当地流浪狗嘛是一大问题。动保处这边要希望你们来做一个协助，因为在2019年到2022年，已经有将近128只的穿山甲被所谓的流浪犬只来被伤亡被他们咬伤了这样。那当然也包括了41只的山羌，这部分要请动保处来作为协助。针对流浪狗，我们有攻击性的但这攻击性通常是对人。那今天你这些穿山甲，它不是业务，它不能一打10这些流浪动物都会成群结队，这么多的流浪狗在这边，我想当然流浪狗也是生命，但怎么来做一个生态的保护，是我们人类可以来做的事情。面对未来国土计划法的实施，因为两家地质公园的地脉目前还佫是工业区，对此市府地政局回应。目前还佫卡伫个经济部甲体育会，对此造成工业区改变定数的延后。龙崎的龙府2地在110年，那我们市府这边有公告为自然保留区同时也公告为地质公园但是同时它也是经济部依奖楼核定的工业区。那到目前为止，经济部它并没有同意解编这个工业区。那另外地政局的权责是在国土计划，我们是属于功能分区划设，是由地政局来主政。那功能分区的划设会依据内政部营建署，也就是现在的国土管理署，它订定的划设准则，还有订定的划设的手册，这依据来处理。那它里面大概就明定了说，一笔土地里面如果同时有2种划设条件以上，它有去排列它的优先顺序。所以以我们这一块地来讲，如果照那个手册的话，其实它还是要划为所谓的乘2至2。所以电影这边如果说，这块地能顺利解编，那我们会配合这个解编来办理划设的作业。最后，议员严爱达理嘛表示，为了加速工业区的改变，尽速对应国土计划正确的功能分区，针对日前市府委外进行两家自然地景整体空间的升级规划，嘛应该纳入穿山甲保育物种的调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